本人咧就有個朋友好朋友嘅，我咧就讀緊嗰啲經書啊，《法華經》啊，《楞嚴經》啊，讀咗成個鐘頭。我對於啲產品咧係相當冇信心㗎啦，已經嗱，我又食着嗰度咧就用咗10幾萬，食咧用咗幾萬蚊，真係對嗰啲產品真係絕對失去信心。咁有個朋友啊 Cindy 啊打電話嚟，想話唔聽佢㗎啦。你不知係聽咗個電話出嚟啦，飲下茶啊，傾下偈啦，係咪？朋友嘅嘢有乜所謂啊？你話有個產品絕對可以幫到你喎，平靚正，真係平靚正。我職業咧係做司機嘅，以前咧讀完小學出嚟學機器。學機學咗3年，出嚟做師傅就做咗幾年，咁啊走去揸嗰啲無牌泥頭車，你知嗰啲地盤啦，有氹噶嘛，咪等到個身體日積月累勞損咯，咁又揸車揸咗50幾年。你而家幾多歲啊？我依家74歲啦，話名75啊！好中氣啊你。係。咁你用一部機幾耐啊？中氣十足啊！我用咗一部機咧，3月30號買嘅嗰台機，至到家下都係差唔多2個星期啫。有陣時唔得閒，費事坐啦。我老婆